早就有过家。迄早期啊，迄个较早期的时阵，是照讲伊伫咱这长拍吼是从中国大陆传，像师尊师母因迄是拢从中国大陆，因本来就讲国语啦，无咧讲台语，台语迄闽南语迄是地方方言。像客人啊是讲，你会使用客人啊落去讲道啦。但是毕竟吼，你若要讲较精美，爱较顺，是爱用国语。你若看仙女林大落来，嘛是讲国语，大多数拢讲国语。是买啊，遮加减啊，像讲有的老人目睭，伊会看所在，伊会讲迄个台语。啊，无事实你若要迁出迄个道学道义吼，那是爱用国语翻译。咱师尊师母伊迄拢国语的啦。咱的好老前辈，伊拢用国语的，哪有咧用台语？台语个地方方言啊。